我係 Lucy Jane。今日我想繼續講第5個清明夢嘅體質。如果你試過發夢嘅時候，知道自己發緊噩夢，亦即係所謂嘅噩夢清醒者，咁呢條片咧就係為你而設嘅啦。通常當你意識到自己喺噩夢入邊啦，都會覺得特別驚，於是就會唔記得晒啲行動噶啦。呢種體質，我會建議你喺瞓覺之前做一個觀想練習。我嘅18天清明夢課程入邊咧，就有一個叫做重新編寫噩夢嘅練習，應該會幫到你嘅。首先啦，你可以觀想下自己發噩夢嘅時候，你會點樣冷靜咁去面對，然後可以轉身離開嗰個夢境。你亦都可以預先準備另1、2個技巧，用嚟消除噩夢入邊嘅恐怖嘢嘅，例如用你嘅念力啦，將恐怖嘅人物變走，或者將佢定型。另一個方法咧就係用眨眼嘅方式，將個夢境由黑暗變成光明。因為通常呢啲噩夢都會比較黑暗嘅，你可以用眨眼嘅方式去將個夢境嘅顏色改變，又或者可以想像自己手上面有一個遙控器，直接咁樣將個場景轉走。總之任何天馬行空嘅方法都得，最緊要你知道你喺夢境入邊係有100% 嘅控制權嘅。好啦，今日講住咁多先，下次我會講下有出體信號嘅體質。如果你覺得呢條片有用，記得俾個 like 同埋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。拜拜。